过来是台中这21个消防员展现着好身材，来翕这个形象的月帖。除了来捞这个胸坎的肌肉，搁甲这个搜救犬、甲古董的消防车做伙来翕相。其中有3队，佫是消防员翁仔某，嘛为这个月帖增加袂少的话题。 打顶贴是台中市21位消防员，因的体格身材拢介好，而且最近因阁拍了形象的艺历。来甲看这消防员徛几排，大家喊操体格遮尼好，胸坎吉老老，女性的身材原来袂输人。因为着要翕相，毋若上山落海，连古董的拍火车甲搜救款拢做伙来翕，而且每一张相片拢有在宣传安全用火。4月份有清明节哈，所以这边也提醒大家清明扫墓防火烛。消防员的工课实在无轻松，这21个人当中，阁有3队是翁仔某，今仔日阁抱着翁仔斗阵来宣传。在台中没有亲戚这样帮忙，然后趁这时候留职停薪的时候，请妈妈跟爸爸在家里照顾老婆，这样让不要他在外面像之前这么辛苦。这份消防形象艺历，除了要宣传安全用火以外嘛，结合公益，消防局准备500份，按算要送予热心关怀民众。